自然災害、颱風、香港的風暴挑戰。下集。本影片分為上下兩集，上集探討颱風的背景資料，以及回顧2018年超強颱風山竹。下集回顧2023年至今颱風為本港帶來的破壞力，並概述香港的颱風防禦措施。近年重大颱風個案：2023年超強颱風蘇拉8月30日至9月2日。2023年9月，香港天文台發出最高級別的10號颶風信號。蘇拉是有紀錄以來影響南海第2強的颱風，造成超過3000宗塌樹，報告及逾80人受傷。超強颱風小犬10月4日至10月9日。2023年10月，香港天文台發出9號烈風或暴風增強信號。天文台總部錄得369.7毫米雨量，刷新10月份單日最高降雨紀錄，多區水浸嚴重。近年重大颱風個案：2024年超強颱風摩羯9月3日至9月5日。2024年9月，摩羯在24小時內迅速增強為超強颱風，天文台發出3號強風信號。摩羯是自1949年以來登陸中國的最強秋颱風。超強颱風圖茲11月11日至11月14日。圖茲是2024年第6個影響香港的熱帶氣旋。圖茲吹襲香港期間，天文台需要於11月13日晚上發出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，是自1946年以來年內最遲發出的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。個案分析：2025年颱風韋柏，2025年7月超強颱風韋柏逼近香港，天文台發出10號颶風信號。韋柏在天文台以南約50公里掠過，大埔滘水位曾上升至海圖基準面以上3米，影響與破壞471宗塌樹報告。堅尼地城有客輪被吹撞向碼頭，多處地區嚴重水浸。應對與分析：天文台提前預警，精準發佈警告，政府部門迅速應對，展開救援。專家分析指出，兩大好彩，颱風眼壁未直接影響市區，潮汐影響下水浸未至極端。天文台的預測準確性和人工智能應用功不可沒。2025年9月8日，颱風塔巴對香港的影響。塔巴雖未正面吹襲香港，但8號信號生效期間風雨猛烈，航班取消，渡輪停航，新界北部農地受災，蔬菜供應短缺，多區錄得逾100毫米雨量。總體而言，颱風塔巴對香港造成了一定的影響，但損害似乎不大。學校停課，交通受阻，一些人受傷並尋求庇護。2025年9月23日，颱風華加莎對香港的影響。颱風華加莎英語 Typhoon Ragasa 是2025年太平洋颱風季中侵襲香港的最強風暴。華加莎導致香港天文台繼同年7月的颱風韋柏後，再次發出10號颶風信號，是自1964年61年以來首次於同年內2度發出最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，更成為至今距離最遠且唯一一次熱帶氣旋非正面襲港下發出的10號信號。香港的颱風防禦措施： 1. 天文台預警，香港天文台提供精準的天氣預測和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，協助市民及早準備。 2. 渠務署維護，渠務署定期檢查和清理排水系統，確保暴雨期間的排水暢順，減低水浸風險。 3. 緊急救援，各緊急救援隊伍如消防、警隊和醫療服務隨時待命，處理突發事件和救援工作。 4. 家居準備，市民應檢查門窗，儲備應急物資，並留意天文台最新消息，做好防風措施。總結與展望：颱風對香港的威脅不容忽視，持續提升防災意識和準備至關重要。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挑戰，
極端天氣事件將可能更頻繁、更具破壞性。香港需不斷加強基礎設施建設，完善預警系統，並提升全社會的防災應變能力，以應對未來的風暴挑戰。多謝收看，下集再見。記得要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下集再見。